如果湯底可以穩定保持呢一種毫味爆炸、濃度爆標嘅水平咧，真係冇理由唔賣到脫銷㗎。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334，但係咧被退款啦。大家好，我係有一個講句嘅 Theo 啊，今日咧受好朋友嘅邀請參加一次咧佢哋鋪頭嘅內部測試啊，紙裝。其實咧我都係第一次嚟呢一間咧開喺 ICC 嘅鋪頭，原來咧不知不覺中紙裝已經咧喺廣州開咗8間店㗎啦。據說咧今年之內啊，仲要開多3-4間添，真心犀利啊！我去最多嘅咧都仲係 TIT 店，但呢度嘅裝修風格咧同印象中嘅完全唔同晒啊！唔單止有日式嘅感覺，仲有啲咧未來感，可能係銀色領面搭配紫色燈光嘅原因啦。今次嘅內部測試咧喺間房仔度秘密進行㗎，先嚟翻啲可能會上線嘅日式餐前小食開胃。內部測試咧算係正式開始㗎啦，先登場嘅咧係大佬嘅免葱版海鮮清湯拉麵啦，大家自行腦補一下有葱喺表面嘅畫面啦。食麵先飲湯，湯色咧略帶黃褐，唔混濁都算唔上太清。畢竟咧水至清則無魚，而佢係有魚嘅，堅魚乾嘅風味咧特別明顯㗎，鹹鮮中帶啲煙燻味。除此之外咧，仲有白貝嘅幾分鮮味添，算係一個咧變奏版嘅日式出汁。正常嘅鹹度就幾高㗎啦，同麵一齊食咧對我嚟講啱啱好。驚鹹嘅話咧喺落單嗰陣揀其他鹹度就 OK 㗎啦。肉碼咧係常規嘅叉燒、溏心蛋、木耳絲、竹筍同埋蒜，而我嘅咧就係呢一個牡蠣拉麵啦。我最期待嘅咧就係呢一個蠔湯，因為喺嚟之前咧我就收到咗唔少開蠔洗蠔熬湯嘅碟照啊，一上台就可以聞到葱香同埋蠔湯嘅混合香氣，湯體厚度非常之高㗎，飲起身嘅口感咧似湯似漿。呢種厚度咧並非係靠奶油或者其他嘢嚟增稠㗎，而係純粹嘅高濃度濃縮啊。生蠔嘅鮮味同甘味咧都非常濃烈㗎，據說咧正式推出嗰陣咧仲會有濃度可以揀㗎。我今日食嘅呢個咧就係正常。要追求更高濃度嘅話咧，可以加錢升級㗎。先食啖生蠔試一試佢，據說咧係想做出差異化，特登咧唔做主流嘅醬油漬生蠔，而係通過咧低溫慢煮嚟保留生蠔蠔膽嘅嫩滑體驗。對比起湯底呢一隻慢煮生蠔嘅鹹度更低，但礦物味咧會更加明顯㗎。低溫慢煮過後嘅貝柱口感咧都仲係有少少韌啦，食起身咧唔太舒服㗎。湯頭嘅掛汁狀態咧十分理想嘅，攪拌過程中咧，我仲發現呢個湯入邊咧，其實仲係有唔少被煮到支離破碎嘅蠔碎㗎。明明係湯麵，夾硬咧食出咗一種蠔碎撈麵嘅感覺啊！同上一道一樣啦，湯底入邊咧都係有白貝嘅鮮味㗎。唔同嘅係咧，呢一碗入邊有存在感極強嘅洋葱，白貝加洋葱嘅風味組合咧就好有西餐嘅感覺啦。食到呢度，我突然間發現呢兩碗好似係我近期食過嘅唯一唔放豬骨湯或者雞湯嚟提鮮嘅拉麵啦。問咗下老闆話咧係特登嘅，因為咧就係想做得更加純粹，唔想喺湯入邊咧有豬味啊或者禽類嘅味道。畢竟有啲客人咧抗拒日式拉麵，就係因為驚嗰陣味啊。就衝住佢咁好心機，我必須咧再多加一個免費嘅替肉，將呢碗蠔湯咧榨乾榨淨啦。我食嗰陣咧，其實係仲未知道價格㗎。當我知道咁樣一碗蠔味濃度爆標，冇其他非海鮮雜味，且咧有2隻生蠔嘅牡蠣拉麵，淨係賣49蚊嗰陣咧，我真係諗唔到仲有啲咩理由可以阻止我講出呢一句，我強烈推薦啦！奶到奶啦，就再落單一啲天婦羅試試佢，幫老闆咧增加下業績。今次咧我發現咗唔少新嘅面孔啦，沙蟲、牛肝菌、板栗、小青龍。呢個板栗咧幾有意思㗎，糖漬入味，保證風味統一，口感粉糯，味道甜潤。呢個小青龍咧算係菜單上價格最高嘅單品啦，被紫菜包裹住嘅龍蝦肉咧。該有嘅緊實彈牙都仲係有嘅，但必須咧飲翻呢個天婦羅汁提提先。畢竟小青龍自身鮮味咧其實並唔明顯嘅。我哋仲食咗依舊發揮穩定、自帶鮮味嘅蟹味菇，肉質緊實、魚味濃厚嘅大葉青花魚，肉質厚實，每一啖咧都係蒜瓣肉嘅白魚，清甜脆嫩嘅膠白。肉質緊實脆彈，仲自帶輕微甜味，我就覺得咧比小青龍更加好食嘅斑節蝦，過大肉厚嘅生蠔。比起天婦羅汁咧，我更加推薦咧用佢飲蠔湯，有一種咧原湯化原食嘅感覺。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334，但係咧被退款啦。
有嗰句講嗰句，老闆咧真係任性㗎，喺我食完之後咧，夾硬將個訂單嘅金額咧全部退晒俾我。先講講天婦羅啦，比起新品，我好似咧都仲係更加中意老三樣啊，蟹味菇班捷蝦同埋青花魚。至於呢兩碗麵咧，我個人更加中意牡蠣拉麵㗎。食慣咗濃厚博多風格嘅朋友咧，估計可以無縫咁中意上佢；食唔慣豚骨湯嘅朋友咧，都有咗可以嘗試濃厚拉麵嘅可能性。如果湯底可以穩定保持呢一種蠔味爆炸、濃度爆標嘅水平咧，真係冇理由唔賣到脫銷㗎。先賣49蚊啫，仲想點啊？內測過程中，我將我認為該俾嘅意見咧都俾晒㗎啦，大家咧就期待一下呢兩個相當用心又唔貴嘅拉麵面試啦。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